今集就我哋帶大家考究巧固球。考你，知唔知最近邊種運動香港女子隊拎咗亞錦賽冠軍啊？考唔到我嘅就係巧固球。巧固球70年代由瑞士人布蘭德博士發明，因為撞擊球網反彈嘅聲音同法文速嘅發音好相似，所以就稱為速播。之後傳入台灣，就改咗個中文名叫巧固球。巧固球主張冇身體接觸，但同時又保留住球類運動同場競技嘅刺激性。唔似一般球類運動，運動員唔可以撞、搶、攔截，所以亦都有另一個名叫君子球。由於冇身體碰撞，減少受傷嘅風險，所以適合任何年齡嘅朋友，仲可以訓練手腳協調同團隊合作能力。場地方面，需要一個18米乘25米嘅長方形球場，大約係一個籃球場咁大。除咗硬地，亦可以選擇喺沙灘進行比賽。只要喺兩邊底線位置設置一個3公尺嘅半圓做禁區，同埋一個反彈網就可以㗎啦。而所有球員都唔可以進入禁區嘅。根據規例，巧固球球員要穿着整齊嘅隊衫，並喺胸前或者背脊位置標示相同嘅隊名同號碼。球員唔可以佩戴頸鏈、手錶等等嘅飾物，而通常比賽球員仲會戴上護膝，以免跪地防守嘅時候受傷。巧固球需要2個器材，首先就係兩邊禁區裡面嘅反彈網，長闊各1米，呈60度角。另一個器材就係個波。有3種唔同大細，1號波係俾小朋友玩嘅，2號波就係俾中學生同成年女性用嘅，最後就係3號波，俾成年男性用嘅。相信大家都好好奇巧固球嘅玩法，其實好簡單，一般都會係7人制嘅雙網賽，進攻一隊只要將個波射去反彈網。反彈出3米禁區，當防守一隊接唔到個波，令個波落地，進攻一方就會得分。相反，當防守一隊接到個波，攻守就會轉換。而2個網都係中立嘅，唔屬於任何一隊。雙方可以自由選擇喺邊一個網進攻。每隊得分後，就由輸嘅一方喺底線後面重新發球。一場比賽會有3位裁判，其中2個係邊審，會企喺網後面；另一個係主審，會企喺中場邊進行執法。邊審主要負責判斷每次進攻係咪得分，球員有冇踩線或者越區等等嘅犯規情況。主審就係全場嘅主要裁判，除咗走步等等嘅犯規外，其他發生嘅情況都由主審判斷整體嘅執法水平，同埋作出最終嘅裁決。比賽分3局，男子組每局長15分鐘，女子組每局長12分鐘，得分較多就贏㗎啦。規則就講住咁多先，下一集帶大家落場考究。